欢迎收听10月26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以西结书11章1到25节。以西结书11章1到25节，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呢，让人很有盼望的话语。我要把新的灵、新的心赐给他们，我要除去他们那石头一般坚硬的心，并赐给他们有血有肉肯服从的心。这段经文呢，是在以西结他向上帝呼求说，你真的要灭尽这地吗？你真的要灭尽这些百姓吗？然后上帝的回应。但是在这之前呢，其实我们会发现这段经文不断的让人意识到一件事，人很容易习惯于自己的习惯当中，很容易在一个旧有的思想循环里面，而且我们很多时候是很经验主义的，我们透过我们的经验来决定我们怎么看待这些事情。然而上帝却在这个过程当中跟以西结之间的互动，还有这些意象的经文，让我们看见上帝其实是一个做新事的主。当人想要去寻求，特别像那时候的这些权贵，他们想要去寻求他们所知道人的方式，去找同盟来解救他们，好让他们就像那锅中的肉被保护一样。但是锅中的肉最后不是都拿来煮吗？上帝透过这样的一个意象跟以西结的对话，让今天的读者、过去的读者再次看到旧有的习惯没有办法带我们面对很多的挑战，甚至旧有的习惯让我们在我们的困境中无法自拔。而这旧有的习惯若是违背上帝的习惯，那更是。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，上帝就有说到，他要让这些违背他而且去寻求这些邻国的风俗习惯的人，让这地百姓在这些不合上帝心意、杀害毁坏他人的想法价值观当中，上帝要除去这些。而他也回应以西结的祷告，虽然在现在看来是要除去、要灭绝，但是上帝的心意是要重新兴起，他要赏赐新的心、新的灵，让我们原来那个不愿意改变，甚至像石头一样坚硬的心，改换成为肉心，成为有感受，成为能够领受、有弹性，能够顺服上帝心意的心。上帝的审判是要带来和好，是要带来更新，是要让我们从旧习惯中有新的可能性。上帝最终的心意是要让我们真实成为他的子民，而他要成为我们的上帝。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呢，是一个我们再次去思想，我们在各样环境当中时，我们是用我们的旧思想、旧习惯去回应吗？还是我们是寻求上帝不断更新的心意来面对我们的环境？今天的标题说希望不在远方，我们常常会把希望放在远方，某一个可能可以让我有希望的人，某一个可能让我有希望的环境。但是上帝在今天提醒我们，希望就在这里，就在我们的心中，就在他同在，就在我们顺服他心意的时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的盼望在于你，
因为我们的生命在于你。不论历史的变化、时空的处境，甚至像我们现在一直在疫情的过程中，主啊，在永恒当中，这疫情不过也就是一时。在永恒当中，我们的困境没有办法困住我们，因为你胜过死亡的权势，你让我们能够有新的想法、新的看见。主啊，我们也渴慕你帮助我们面对我们最困难的事，让我们有从你来新的想法、新的看见。因为希望不在远方，盼望不在远处，也不在他人身上，而是在于认识你的我们。主帮助我们有从你来再次兴起，再次看见，也再次盼望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邀请你给我们5星好评。上帝的盼望天天与你同在，我们明天见。